仔日咧是迄个阮台语路协会吼办的即个台语家庭分享会。今日就是要来分享讲咧，咱要安怎用台语来读绘本，而且分享一寡相关的延伸的活动，包括镜头念啦，用唱歌啦，还是用耍的方式来配合这个绘本。好奇哦，咱即马就会使讲对，有对无？过长工，伊巴肚个枵啊！细尾蛇啊，细尾蛇啊，扫啊扫啊去散步，巴肚枵甲叽叽咕咕。伊看到真个紧张，细尾蛇就枵诶，伊就食到巴肚内底啊！紧张咧！无去啊！